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来，我甲你讲哦，咱即摆来到这个神殿吼，听讲内面有真侪宝藏，恁敢有想要摕宝藏啊？有大声，咱即摆就紧入去。九毛神，我要入去啊！是好人在外面吵吵闹闹。吵闹。你今仔日带遮尔侪小朋友，你当做我这是餐厅，今仔日要来点菜吗？今仔日毋是要来点菜，咱今仔日来遮要创啥物？摕宝藏。想要摕宝藏，那呢？我来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敢知影什么叫做现捞啊？现捞啊，就是食海产嘛。恁敢会去餐厅食海产？啊，恁上喜食什么海产？三文鱼，虾啊，啊，搁有啥？乌轮啊，蛤蟆，啊，搁有蚵啊，啊，我上喜食鲍鱼啊。恁的台语拢袂歹，内底真侪难关伫咧等待恁。即马就提出你的真实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泸州虾米队策划。欢迎光临。这神殿哦，真正有够大呢！这就是我拄则讲的啊。这个神明哦，有够厉害！来，咱若是要摕宝藏哦，就要拜托伊啦。真正是，安怎？真正是拢钓袂着啦！是安那恁伫遐凄凄楚楚啊？我害我心哦，无我就静落来，就钓无去。恁是啥物人？恁到底是今仔日来这创啥啊？我这队真厉害，阮这是泸州七甲米队，今仔是要来摕宝藏的啦。摕宝藏啊？恁敢有信心？你有够我会惊呢！我甲你讲，要摕宝藏真简单啦，恁要经过我3项的挑战。若这3项的挑战有过关哦，恁就有机会摕到金箍箍，摕到金箍箍，恁就有机会摕到宝藏，你了解无？有哦，要开始啊！好，准备接招，好，迎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仙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讲到现捞啊，就想到咱的海产，真正是台湾的海产是足有名的啦。咱远洋渔船的数量阁是世界第一，所以今仔日就是要考恁对海中的生物有偌了解，准备好未？来哦，迎来噶，开始。走啊，你要开头前的哦。了，厉害。蛤蟆。水。好，来，这位。哇。金鱼对。好，王焕，喂。那再搞笑吧。海星。对。好。海星海松拢会使。哇。好你。水哦，好你哦。走头前。这种啊，真好食啦，我分去啊，安那强啊。水，海底就是。这位。海底，哎呦。不用下水。来，继续。好，后一位。哎呦！加油！这无条件有回答的机会。我较轻呢。好，有机会。好，水，看清楚。三把鱼。对。好。
紧嘞哦！加油加油！啊，差一组啊，差一组啊！不要准啊，不要准啊！嘿，水，刷鱼，水啦，刷鱼，刷鱼，嘿，开昂，哎呀，水！哎呦，看起来钓的题目介济题哦。我给你啊！差一组啊！跳出来！哦，真正活跳，很老啊，就是安尼吼。台北，水，台北，好，哦，这个动物真有贡献哦。鱼鱼，水啦，鱼鱼。哎，那不要很开心哦。差几件，差一组啊哦。差几岁？哦。真的。哎，好来，好接。啊！跳！我想去呢。好。哇！哦，水啊！好。王哎呦，水哦，拢真好食哦。开心。对，好，来。标准。水路面，快点进来！我手紧张啊！好，水，什么？串，蹭。哎，水啦！来，无，时间到。咱头先有一个题目，爬吉他，左虎。你若去万里，有一个物件足好食的，你家吹，通啊吹红金，讲出来。金啊！金啊！我是讲红金，我唔是要考你美国，我是要考你红金，就是金啊。啊，搁有一题海松。松哦，迄个叫做松。海松拢会啊，使。搁有一个真较难吼。哦，东港上济，知影？有人知影无？东港。乌昂蹭。哦，乌昂蹭的黑尾鱼，因为乌昂蹭佫是咱台湾掠的数量是第1名，真正厉害。咱互一丝仔破啊真好。真厉害！林东总钓到14题。哦，厉害，真正厉害，14题，啊，你通啊钓到一个金箍箍。好啦，第一关哦，真正算互恁，敢若真轻松的过，啊，毋过后壁就无遮尔轻松啊，大家过来较拼的，知无？知。好，来，准备好，后一关的接招，迎来甲！台语上练档。连啊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播落来进前，看摇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好，咱台湾的地理啊，4颗连档拢总是海，东部还佫乌流经过，所以互咱台湾附近的海洋生物更加丰富。今仔日就是要来考恁，对咱台湾的鱼啊，到底有了解无？准备接招，迎来甲！开始洗啊！哦，你安尼上班啦！啊，较紧的，你安尼上班啦，因为爬到昏去啊！紧的，加油，较紧的！啊，停落！哦，又才好，因看。啊，形容，开始形容，看只。收者。内底有鱼，内底有足侪鱼的，足侪鱼的，想看嘛，倒一个较小。内底鱼拢会使食。哦，内底鱼拢会使食嘿，啊，足侪鱼的对，继续形容。鱼仔大的所在，鱼仔大的所在，你感觉是倒一个？这个好，咱换。伊就饲鱼互你食，饲鱼互你食，就是这啦。好，安尼继续来后一个题目，紧游，啊，游到差不多，互因看。嘛是鱼的，嘛是鱼的嘿。是食的，食的，收者。白色的，鱼哦，鱼啊，收单啦。够啥？内底有汤啊，内底有汤哦。后一位啊，后一题。好来，好看。哦，最好食的。最好食的，哦，最好食的，逐项拢最好食的，对无？足贵的，都会使用针的，够啥？会使，可能，看人安尼就是位啦。啊，搁有内底有青菜，好，青菜。恁动我紧的啦！紧的，收者，卡手较美。无因2个真正爬较昏去哦，你们爬6月啊，6月就无机会啊，好来。哦。鱼仔一个身体的一个后壁部位，嘿，后壁尻川遐，伊的后壁，伊的尻川遐，尻川，
你就明想看嘛显哦，因形容了就好了哦。卡葱呀，收水的时，收水的时，嘿，伊夜爱拍一个哦，来开始要有了对。我问扣你哦，因即马配了差不多哦，来。好，一个套套，你无啦，加油！今日你有机会。来，加油了对。我问扣你哦，因即马配了差不多哦，来。好，一个套套，你无啦，加油！今日你有機會。什么色的啦？套面的，透明的，他真两个，伊的卡，规支卡，规支的，嘿，安尼，啊，搁啥安尼安怎？ 8支还是10支8支啊，10支。还是10支10支透明的就是这个啦。好，我问过你流汗，你是毋过你流汗？无，无来问看觅啊，你头先到底是安怎形容这个气温的啊？有时咧内底收，有内底收，就这鱼，鱼足好食的嘛。我讲内底鱼是互你食的，哦，互你食的。会当食的。啊，有论你有讲到啥哈？你来分享一下，你感觉会使搁较安怎讲搁较好？啊，是恁的队长有想法无？我你感觉这气温怎形容？鱼我有大嘛有细，啊内底真侪鱼，会当卖嘛用食，啊你开用的。哇，你就全部甲因的话讲做伙就对啊。嘛算是啦。我感觉伊一窟一窟，一库。哦，亲像游泳池共款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亲像游泳池共款，安尼就看啊嘛。鱼的游泳池，对，就是气温嘛。真牛啊！这应该介好药啊！你头先有讲到啥？内底有啊，对有汤对，有包肉嘛，包吧爱。肉汁，哈。就有汤，白，啊，搁有倒位上有名的。淡水啊。对啊，好来，嘿祖父，祖父若是你你形容，嘿你这蚵仔你怎形容？比蛤蟆较大粒，用比较的，啊，搁有哦，啊，是你有什么想法？啊，卡啊，蛤蟆嘛有壳啊，大粒的足贵，啊，大粒足贵，感觉大粒足贵的。啊，不然来看卖这个是好无？哦，这名你敢知影？一外干，立外憨，憨，啊，敢捌食过立外憨？食过。有啥食过？哦，用用啥？还是用蒸的？用吹，用烘的，用烘的。伊这就是咱定咧食的扇贝，对，对吧？捌食过哦？食过。咱这边看哦，鱼尾。头先我感觉形容了袂歹咧，又讲到一个倒位你当，卡称，卡称你当，就是安尼。好，恭喜咱的泸州切人面队钓到5题，真厉害，会当钓一个金箍箍。我感觉恁的实力啊，真正是太好，后一关就袂互恁遮轻松啊啦。准备接招，힘내가！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上尾一个关卡，我是真有自信啦。咱台湾每一个所在的鱼市场拢最有特色的。好。啊，咱有特色过去吼，拢是去啊买鱼啊，因伫遐卖鱼啊。啊，即摆开始转型，变做观光啊，去遐佚佗啊，去遐食上鲜上现捞的海产。哇！嘴暖拢卖流水暖，你流水暖哦，哦，祖父小可流水暖。好，今仔日就是吼，大家了解一下咱鱼市场的文化，咱透过影片来看卖咱的题目是啥。힘내가！阵阵海风吹过来，敢若会当闻到咸咸的海味呢。咱今仔日来到龙凤渔港，是要创啥物呢？伫遮唔但有咧画鱼啊，阁有足侪生了真趣味的现捞啊哦。咦，这尾鱼啊生了真奇怪呢，身躯有足侪乌点，头只鼻顶面阁有一支一支的刺，
伊的名叫做变身苦。若是无细腻，甲变身苦的胆拄破去，伊的肉就会变甲苦地地，有够歹食的啦！恁看，阁有即尾鱼啊，生了嘛真正趣味对无？伊的名叫做皇帝鱼，但是伊安怎看起来嘛无像皇帝啊！大家敢知影是安怎伊会叫做皇帝鱼咧？是安怎会叫做皇帝鱼咧？哎呦，有一寡想法啦无？想者有哦，这厉害，哪有可能这厉害？不要紧，咱先来听看卖白小姐甲红姐姐安怎讲。听马大富贵，听红你就大闹开。哦，这么简单，问我就对，对唔对？看我的身材，这食的问题哦，问我就对。这个皇帝戏对唔对？为什么叫做皇帝戏？啥啊？古早时代有一个女皇帝叫做武则天。武则天哦，未做皇帝的时阵哦，拢唔捌食过鱼啊。有一天哦，伊做了皇帝，哎呦，食到这鱼啊，哎呦，袂歹食。就问这个文武百官讲，这个鱼叫做什么名？这个文武百官哦，要互这个武则天哦欢喜，伊就讲这个鱼吼是吼做皇帝人才会当食的，所以这个鱼叫做皇帝鱼。哎呦，这是咱白小姐的讲法。听好哦，咱来听看卖红姐姐的讲法。听红报恁知，听马会安怎？倒头栽。我甲你讲吼，以前哦，伫咧明朝的时阵，有一个人叫做朱元璋，伊食一尾鱼啊，结果伊感觉哦，这鱼啊哪真好食啦！好啦，我后一摆搁想要食，我就甲放倒去水底，互伊搁生肉出来。大家就讲这尾鱼啊，竟然放落去水底搁会活呢，所以叫做皇帝鱼。收汉嘛！我刚刚收汉，相信我地金箍箍。哎呦，因这两个拢有淡薄仔啲诶，唔知咧讲真来讲假的啦。老师讲过这个讲，老师讲过这个讲，就是讲一个人食迄个皇帝鱼，加嘴了，加一嘴了，放落去水里，放落去水底，嘿，跳呢，放落去水底，伊会搁搁活落，到底有活落啊？有唔讲啦，这是一个传说。恁即马全部拢相信是红姐姐吗？对哦，你刚刚是白写写野手 ？No。红姐姐野手。好。哇！安尼阮的答案就是红姐姐。好，恁竟然全部拢相信红姐姐这种白菜话。鱼啊，扛落挖起来，我哪有可能相信？恁选择的是红姐姐。是。敢安呢？厉害！今日互恁钓去啊，终于恁钓到半个金箍箍啊！咱马上来进行后一题。我捌听别人讲，画鱼仔的过程是热烈滚滚哦，但是实在想无现场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两百，讲到这15、20、35、35、36、39。画鱼仔的拍袂完，袂输咧唱 rap， 画价哦是画世界紧的啦，无几秒就卖出一篮的现捞啊！过程哦真正是有够紧张佮刺激的。画鱼仔的拍袂完，阁有一个名，恁敢知影这两字的台语爱安怎念呢？咱来听白小姐甲红姐姐安怎讲。小朋友，我先甲你慎重的回答咧。这届听我的绝对无问题，这么简单对唔对？这吼叫做跳手，汉字呢就是甲米卖出去的意思，所以呢这跳手就是拍袂完的意思，就是跳手。安尼知影无？摕金箍箍，相信我。小朋友啊，我甲你讲啦，这遮尔啊简单着，迄鱼翅咧拍卖时阵人吼是安尼叉呢，所以哦，你一定要安怎，甲手举起来，下手，记得紧我，所以叫做下手啦。哦，我感觉因两个即届讲的拢不哩正经哦，不哩正确哦，真歹选呢。所以恁好好讨论一下，跳手还是下手？十虎你感觉咧？十虎，因为是爱安尼无唔对。安尼无唔对啦。你感觉下手安尼，大家才看有伊啦。对啦，就是安尼无唔对。咱想一下，感觉是白写写野手，白
白闪闪野手，啊，还有三位呢，会手啦。感觉是红起嘅野手。哎，你咱野只底啊，爱有自信嘛。有自信，真好。所以恁决定要选的是白闪闪。我决定，我要选白闪闪。好，甘阿呢？太厉害，太厉害啊啦！哦，我真正这个字就唔捌听过呢，捌听过就少咧听呢，汉的内容哦。对，汉的内容所以你今日学到啊？啊，你学到啊？后摆你就换你去甲阿妈讲，阿妈后摆跳手哦，若是出声，你就甲鱼仔拢全部买回来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搁念一个叫啥？跳手。水啦，好，恭喜恁得到2题，当得到一个金箍箍。啊，毋过，保重藏伫倒位，会伫倒位，你有法度摕到无？我毋知影，就看恁的运气咯，险来甲。哦，今仔日咱泸州切拉面队实在有够家己破声出一个，竟然3关拢互恁过，得到3个金箍箍，这种机会真正是足难的啦。但是恁即摆已经开始选，有4个金条，金条内面其中有一个就是有宝物、有宝藏的。开始讨论。你是要选倒一个？9号，还是刚要选牛，还是每回9号？先就好哦，确定哦。确定。请起来。 9号。哇，空的。不要紧，恁搁想看卖啊，搁感应一下，搁感应一下。空的，想要这2个。恁搁有2摆机会哦。哦，拣倒一个。恁看是要先起来，还是就起来？每回这有差别的哦。每回咯。每回咯。确定。希望。请起来。每回。最后2个。哇！我开始紧张啊！咱这个泸州切拉面队虽然摕到3个金箍箍，3届机会，但是2届机会已经用掉，剩同尾1个机会。好，恁搁想看卖啊？这个。想要选，咱野手吼，想要选长尾山牛的野手，一位。刚刚一位尔哦。想要选哪里的野手？哦好，今摆有3个哦。哦，我即摆吼，莫讲我地位之神对恁无好啦。咱的陈宏武，你想要选哪一个？长尾山牛。而且伊阁是咱这队唯一的女性。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。查某囡仔。多谢。够恁5秒的机会。多谢。长尾山牛。3秒、2秒、1秒，长尾山牛。长尾山牛。确定。请起来。长尾山牛。恭喜，今会当得到科学实验组。哇，真正的一个人阁有2组，而且这应该是真好耍啦。你通亲手去做一寡实验，去了解，动手去做，你做出来就有成就感。今仔日有法度过3关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，欢喜学台语。